囡仔互两母虐待死亡的案件发生到中央地方拢伫咧爆破班，为福部警召开检讨会议，邀请双北社会局也有儿童福利联盟来参加。另外，基宽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14也去拜访囡仔阿嬷，伊也批评这地方首长拢唔知要安怎实际处理问题，目前规划要伫咧清明过后上开刀控机提出诉求。一岁外的查甫细汉囡仔不幸互年母哭到甲死去，家属是真悲痛。二宽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14去探视查甫囡仔的阿嬷，甲咱甲鼓励嘛，讲即马阿嬷强要起笑，不太能讲话，然后精神非常涣散，没有办法吃，没有办法睡的那种哀痛之中，甚至他是非常自责的。为什么我没有钱，我没有能力可以来照顾他？靠到囡仔案紧急得补破网，特别是提出囡仔保护七家一政策，嘛得到新北桃园家人做伙支持，包括强化年母的训练，为囡仔采用进前的照顾，比较寄养家庭的条件，而且增加访视的频率，建立三方共访的机制，把你年母评鉴推荐平台等等。但是王美君批评讲，县市首长根本都唔知影实务上会拄到的问题。破掉的网，他可能拿 OK 绷再稍微再贴一下，假装好像他又完善了。所以你们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也不知道说真正实务上面面临的问题，荒腔走板，距离民众的生活越来越遥远。王美君伊个讲，等待规划4月清明节结束了后，要起立开刀，提出4大诉求，对整体的系统去做检讨。不过根据即卖法规，靠到囡仔致死上重，干那判无期徒刑。外界嘛有发觉应该加重的声音，对这双北市长嘛做回应。行政院其实如果能够提出完整的方案，而且能够聆听民众的声音。立法院也可以主动提案，这个大家都会乐意看到。对加害者，我们绝对严厉处罚，不加宽待。法律面我们一定要更定定、更周全、更到位。卫福部下晡2点也开考到囡仔的检讨会议，找专家学者、双北市政府含义福人民到场来说明案件的经过，希望中央地方密切合作，完善制度，避免遗憾的代志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